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凊彩，台语安尼写凊彩，随便马马虎虎都好，都行，都可以，台语拢会当讲凊彩。阿弟啊真臭屁，甲问讲考试考了安怎？伊讲简单啦，凊彩考的拢有前3名。你赶紧离开这个所在，这毋是凊彩人会当来的。头家啊，巴拉安怎卖？啊，要收大啦，凊彩啦，你若卖，这堆拢互你算你50块就好。啊，若凊彩，就是随随便便。你拢安尼凊彩，老粗快，甲代志交代互你，实在互人真袂放心。凊彩的凊，华语的冷的、凉掉的，台语讲凊。像凊饭凊菜，就是冷饭剩菜。秋凊就是咧讲天气凉爽舒适，啊若流凊寒就是冒冷汗。另外面凊就是表情冷漠，凊心就是寒心灰心。无怪恁太太面凊，原来哦，伊对你已经彻底凊心绝望了。要上尾一个是起凊膜，就是荨麻疹，是一种身体过敏的反应，袂舒服扁仔定着。皮肤的反红、反肿会真痒，这就是起凊膜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凊彩实在真趣味。